要来传播上帝的信息，因为你问福，请咱恭敬来听。所有敬听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互咱伫主日会当搁一摆同心来敬拜上帝。今日是咱一年一摆原住民传道者的生活补助金的纪念主日，互咱逐个人三甲做伙来关心伫咱台湾这个土地，同齐做伙服侍上帝，因所欠缺的。咱伫主的厅内底，互相来帮赞。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赏赐阮最最恩典，阮也意爱，互最最人因为阮来得到福气。会当搁一摆通过阿伯拉罕的故事来激励阮。愿你的圣神踮伫阮的中间，也互阮搁一摆领受主你的话，毋但有感动。也欢喜带出行动，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什么是因为你互人得到福气？也就是讲，因为你的一句话，也是你所做的代志，会当去帮助别人，互人伫遐得到鼓励，互人得到安慰，那安尼。受帮助的人，伊的心一定真感激，咱的心内嘛一定真欢喜。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，帮助人就是一个快乐的根本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总是反倒转来讲，因为咱的一句话，或者是咱所做这样代志，互人拄到伤害，甚至伫性命、金钱的中间，拢拄到损失。那安尼，咱就是造业，咱也是一个大罪人。所以用安尼，咱来看，咱互人得到伤害，咱的心内一定也真艰苦心，对方也真艰苦。所以咱当对圣经内底来看见，因为一个人和整个的军队国家拄到失败的故事，咱当对。约书亚记第7章，咱会当看见。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约旦河，进入伫迦南地的时阵，因头一个拄到耶利哥城，第二个就是拄到爱城。总是以色列人掠做这个城真简单啦，2、3个千人就会当把这个城摕落来，无拍算。伫这届战争的中间。以色列人拍输，原来是甚物？原来是迄个以色列军队内底有一个人，名叫做亚干，伊就偷摕迄个战利品，伊看到一领衫真水真假伊，伊就偷藏起来，也毋然呢，将金银藏伫伊个落地仔内底。也因为这样代志，上帝无欢喜。就互以色列军队伫战争的中间得到战败，毋然呢有36个人伫遐受害死。最后伫这个军队咧查的中间查着讲啊，就是亚干，这个人引起咱整个军队伫小战内底来拍败，因就用石头甲伊钉死。对这个故事，咱就知影。伤害别人，也就是害家己。总是咱会当对圣经内底看第2个故事，是我真爱一个人物，叫做约瑟。因为伊一个人和伊的家族，拢会当得到上帝祝福。咱当然是创世纪对37章开始到50章，拢咧讲约瑟的故事。约瑟是伊的老爸雅各。第11个囝，所以老爸真疼伊，佮做一领水衫互伊穿，引起伊的兄哥怨叹嫉妒，就想办法甲这个约瑟卖掉，卖互以实玛利人，佮卖到伫
埃及波提华的家庭内底，而且就注定这个约瑟一生爱行伫坎坷的路上，受伊头家娘冤枉、污乱，爱关伫监牢的中间。总是这个约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上帝会有智慧来解决法老王的梦，就是国家有7年的丰收，也有7年的光风。拄拄伫这个代志的时阵，这个迦南地雅各甲伊的兄弟伫迄个所在徛起，因拄着饥荒，无粮食通好食，不得不因知影伫埃及这个所在，哇，国家兴旺，大这个米粮得到丰收。雅各就派伊10个囝到伫埃及的所在要取粮食，总之到遐时，约瑟一看就知啊，这是出卖伊的兄弟。伫迄个时阵，约瑟会当心掠瘫痪，将伊的兄哥掠去关，甚至互因做苦工。总是约瑟无安尼做，约瑟伊的心实在忍袂牢，就走到伫房间的所在去哭。哭了的时阵，就办倒来请伊的兄哥，就互伊的粮食，互伊倒转到伫迦南伊的老爸雅各甲伊的兄弟的所在。最后，约瑟就好款待伊的兄弟，互因会当到伫埃及的所在，享受欢喜快乐的生活。总是咱想约瑟，毋是拢遮尔欢喜，拢遮尔快乐。其实伊的心内嘛有真侪艰苦心、委屈的所在。当伊到伫埃及的时，伊有生2个囝，头一个囝就甲伊号名叫做马拿西。马拿西即句话意思，即个名意思，就是上帝互我袂记尽一切艰苦。约瑟伫埃及所面对最苦痛，上帝啊，求你互我袂记你遮。第二个，伊第2个囝甲号做以法莲。以法莲的意思就是上帝互伊会当得到昌盛，上帝要互伊得到丰盛。约瑟伊一个人，互伊的家庭拢得到福气。对遮咱就知影，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爱诚做一个互人得到福气的人。咱毋通诚做，因为咱互人拄着伤害。就亲像今仔日，咱做伙来关心伫原住民传道者因的生活所欠缺，咱要因为担保的奉献，互因来得到帮助。今咱要读的圣经，创世纪咱真熟的一段故事，就是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故事。因为伊受呼召，万族拢要通过伊来得到福气。咱要对这段真熟的圣经，过一摆复习，过一摆对亚伯拉罕的一生的中间，互咱学习信仰的功课。头一项就是亚伯拉罕顺服伫上帝呼召。咱知亚伯拉罕真正的名叫做亚伯兰，伊是住伫米索不达米，就是两河流域伫中东这个所在的乌尼。总是上帝伫迄个所在呼召伊，伊就带着伊的老爸他拉，甲伊的某撒拉，甲伊的侄仔罗德，三甲顺探上帝所呼召伊爱行的路。对乌尼行到伫赫兰，对圣经的历史的研究，差不多超过600公里。总是亚伯拉罕就顺服行伫信心的路，最后到伫迦南地。也因为安尼，亚伯拉罕就成做信心的老爸，留落最水的脚迹。虽然是姊妹，当咱受上帝呼召，要成做基督徒的时，咱嘛是共款，要回应上帝对咱一生的中间的呼召。咱要离开原来拜拜的所在，要离开迄个拜神明的所在，到伫
敬拜上帝的生活内面。咱要离开迄个旧的生活方式，要离开迄个旧的价值观，来进入上帝恩典的国度内面。咱要行上帝爱咱行的路，互咱伫遐经验上帝恩典甲祝福。也因为亚伯拉罕对伫保罗怎样来看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伫加拉太书第3章第7节、第9节甲14节，安尼写。保罗来看见亚伯拉罕成做一个信仰的老爸所带来恩典甲祝福，到伫今仔日，伊安尼讲。所以恁就知，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真的子孙。圣经大声互咱看到，上帝要互外邦人因为信甲伊有合宜的关系，所以早已经将这个福音大声传互亚伯拉罕，要互伊借着万民得到福气。亚伯拉罕就信了，也因为安尼，互侪侪人得到福气。对安尼，咱就知，一切信上帝的人就要甲伊共款。得到福气，这是保罗搁一摆来看旧约创世纪的故事，看见亚伯拉罕成做一个信心顺服上帝人，也要互咱今仔日每一个基督徒信靠上帝人，共款领受对主来的福气。换句来讲，当咱会当信靠耶稣基督的时阵，就是要得到上帝授予亚伯拉罕的福气。咱嘛得到迄个福气，阿妹吗？所以咱基督徒是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祝福的人。第一项，咱要对这段圣经来看，亚伯拉罕智慧的选择。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爱离开伊的本族、本家、爸家，到伫上帝应允的地区，迄个时阵的亚伯拉罕。伊的生活真好势，伊有济牛羊、济的财产。伊住伫原来故乡的所在已经75年啊，伊嘛有真好的人际关系，总是上帝要呼召伊。就亲像今日上帝要呼召咱去到伫别个国家，我毋知你会马上答应。我相信亚伯拉罕伫迄个所在真张图，也甲上帝拍拉紧，讲我敢都爱去，我一朝都住了好势好势，我要到伫一个无安全感的所在，啊去啊若拄着歹人，去啊若袂好势，啊要安怎？其实这个呼召并无遮尔简单，亚伯拉罕会当拒绝，总是伊并无拒绝。伊真有信仰的眼光，伊有智慧的选择来应答上帝呼召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知影迄个时阵亚伯拉罕已经75岁啊，75岁就是一个老人啊啦。总是伊还阁充满热情，伊还阁有信仰的眼光，伊阁有智慧的选择。伊相信，既然是上帝呼召，一定超过伊所求所有的。即个姊妹，今日咱也共款，咱来面对一个信仰的眼光甲智慧的选择。咱今日才会当成做上帝子儿基督徒伫即个所在。这种信仰的眼光，就亲像什么？彼得安尼写讲：，独恁是受拣选的族类，是尊贵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上帝的子民，要呼召恁来出黑暗入光明，水的美德。上帝呼召咱，是要互咱入光明，离开黑暗，来成做侪人的见证。感谢主，咱今日拢已经顺服上帝带领，就亲像亚伯拉罕，伊原来会当拒绝，总是最后也顺坦来选择智慧的路。恭喜伫咱顶礼拜已经受洗礼下的姊妹，
利用你的智慧，伫上帝祝福内底，上帝感动，你欢喜回应，行伫信心的道路内底。诗篇119篇30节安尼写：讲我选择真理的路，我重视上帝你的法则。互咱通选择上帝真理的道路，也重视上帝互咱的法则，活伫上帝祝福甲恩典的内底。第三项，亚伯拉罕找到正确的方向。当荣耀的上帝呼召伊的时阵，对后讲亚伯拉罕会当拒绝，总是最后伊顺探来开始伊新的境界、新的体会、新的恩典，甲新的生活方式。同款，咱今日诚做基督徒受上帝呼召，咱要活出一个新的环境、新的生活、新的价值观。无过活伫旧的生活内底，上帝到底为亚伯拉罕准备偌济恩典呢？伊其实也毋知影，总是伊只有知影，既然是上帝呼召，上帝一定陪伴甲祝福。这就亲像一个宣教师，伊要到伫国外的所在受上帝呼召，到伫国外去宣教的时阵，伊确信。这是上帝呼召，上帝一定陪伴，上帝一定祝福。伫咱的环境内底，咱通看见最这的宣教师，因就是安尼来顺探上帝呼召。我确实伫咱的中间，上帝要感动咱，互咱的教会伫无偌久的将来，要宣教师受差派到伫需要的所在，成做上帝的采用。亚伯拉罕踏出信心的脚步，一切感动，若无行动，拢是空空。最后，亚伯拉罕用信心的脚步来迈向上帝恩典的路。这样代志对世间人来看，这是一个甲一般人无简单的代志。亚伯拉罕活了遐尼好好，75岁遮尼老啊，因太讨爱做这样代志呢？总是因为有这个信心的脚步，伊就成做世间人到伫千千万万代，也阁纪念亚伯拉罕是一个信仰的老爸。上帝所呼召是带着应允，上帝所呼召，伊就要供应伊所需要的一切。伫咱台湾有出现国际上两个真出名的运动选手，一个叫做王建民，一个叫做林书豪。因两个伫国际上拢是一个真出名的人物，一个是拍野球，一个是拍篮球。因两个人拢面对同款的压力，面对伫拍球的中间身躯受伤。总是伫迄个惊吓不安的中间，王建民选择愿意。前几天的报纸已经报出来。同款林书豪面对拍球中间的真侪压力困难的时阵，伊选择是敬拜上帝。伊上爱一段圣经，就是罗马书第5章第4节。伊讲：我拄着侪患难的时阵，是要互我生出吞忍，然后吞忍就会生出老练，老练就生出仰望，仰望就无地高见效。我成做一个基督徒的球员，我一定爱荣光归伫上帝。就是面对更较大的困难，面对更较大的挫折，我都爱吞忍，我都爱甲荣光归予别人。也因为安尼，林书豪就成做这个时代有影响力的人物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对亚伯拉罕的故事
咱看见伊真正是找到正确的方向，伊行上帝爱伊行的脚步。林书豪也同款，行上帝爱伊行的脚步。伊无同流合污，伊无伫困境内底、压力的内底、挫折的中间，就行着世俗的路。伊悠然轻条伫对上帝确信，伊才会成做今仔日遮尔少年，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。遮个姊妹，上帝也同款，将即种的影响力放伫咱的中间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也要同款活出有一个影响力伫咱生命的内底。第四项，咱通看见亚伯拉罕伊所带出的行动，互咱得到激励。圣经讲，亚伯拉罕离开赫兰的时阵已经75岁，毋知咱中间有75岁以上的兄弟也无？75岁咧创啥？75岁大概拢是退休，踮厝耍孙仔，抱孙，享受人生后半场的快乐。大概对一生，伊讲应该前进，我拢已经前过；应该守的信仰，我嘛守条啊，我嘛已经进跑走的路站。我即马已经无啥物动力，也无啥物使命。我只不过是伫厝遐咧等啥？等食饭，等困，等毋知真济。都是亚伯拉罕同款伫75岁时阵，伊做一项无可能的代志，变成做可能。伊顺趁上帝无考虑物质的报答，原来安尼做的时阵，毋知会当得到偌济。伊单单顺服上帝的带领。伊一步一步跟对上帝脚脚，伊所行的是一条稳定的路。亲爱的姊妹，今日咱行做基督徒，其实咱嘛同款，要行一条稳定的路，恩典之路。行伫上帝稳定的路站内底，有时阵有失志，有时阵有艰苦，总是咱的目标拢同款。就是要回应上帝对咱的疼痛甲祝福。最后，咱通看见亚伯拉罕会当成做万族的祝福，毋但伊得到祝福，因为你我每一个基督徒，咱来确信，咱来把握，咱也同款要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有七项，伫这段圣经内底，头一个，伊要成做大的国家，就是今日的以色列国，大的国家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讲：人若无有信心，就袂当得到上帝欢喜。既然来到上帝面前来的人，就要相信上帝存在，也要相信上帝保守找救伊的人。一个有信心、信靠上帝的人，就是上帝要祝福的人。所以伫迄个所在，上帝就祝福亚伯拉罕讲：我要大大赐福予你，你的子孙。也要互你做做，亲像天顶的星，亲像海边的沙。因为亚伯拉罕一项的顺服，就互咱众人拢领受同款的恩典甲祝福。第二项，上帝赐福互亚伯兰，伫物质上、伫属灵的顶头拢祝福。第三，互伊的名最大，就亲像今仔日的以色列国。真侪犹太人成做世界的领导者。第四个，伊要互别人得到福气，上帝要祝福伊，要领受这个福气。受咒诅的我也要咒诅伊，因为伊是上帝特别祝福的，袂当受到咒诅。第七个，万族要因为伊得到福气，因为亚伯拉罕。一直到伫耶稣基督，到伫今仔日，让每一个人拢领受同款对上帝来的恩典。所以咱爱常常讲，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咱毋通讲我是一个足可怜的人。咱爱甲家己讲话，讲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因为我认捌上帝。
无论咱是啥物款的角色，咱对阿伯拉罕来学习，要成做一个互别人也共款会当得到福气的人。也是原住民传道者纪念主日，愿咱每一个人出一点仔力，一人一点仔力，互原住民的传道者会当各靠力来做主的工，因为咱互最传福音的人来得到帮助。也愿上帝赐予咱会当常常知，咱伫上帝面前讲：上帝啊，你呼召我是领受大福的人。也因为我领受这个福气，我欢喜甲人做伙分享对上帝来的恩典。也因为安尼，上帝加倍赐福伫咱的中间，咱放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主，阮的上帝，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，互阮有一个真水的模样，就是阿伯兰的故事。75岁老人，犹阁顺坦上帝呼召。上帝啊，阮实在真亏欠。阮常常看阮有诶，较赢过看上帝。总是上帝你所赏赐阿伯兰，成做万国万族的祝福，是超过伊所想所求的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今仔日你呼召阮成做你的囝子。阮也共款领受对阿伯兰的福气，阮是有福气的人，阮也欢喜将遮尔大的恩典、祝福分享伫阮徛起四周围、阮的厝边、阮的亲人、阮的好朋友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赐落伫阮，互阮有遮尔水的典范。阿伯兰伫阮的头前，做阮信仰的老爸，互阮也确信，阮信靠上帝，上帝你的应允就要供应互阮，互阮经验你是摇花以勒的上帝，就是上帝你是供应阮教业的上帝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会当伫你面前搁一摆来得到提醒，互阮欢喜伫你面前。照你所教示阮的，安尼去行。愿当心伫主你面前，也为着原住民的事工来关心，互因无地国欠缺。安尼祈祷，感谢我靠耶稣。